最近我睇咗一本書《Think Big and Kick Ass》，作者係 Donald Trump 同 Bill Zanker。無論你中唔中意 Trump，有一樣嘢都好難否認，佢成日都可以喺其他人見到問題嘅地方見到機會。而書入面有一個觀念令我停低思考咗好耐，所以今日我想先問你一個問題：假設而家我俾你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你可以穩定得到100萬，第二個選擇你有機會得到1000萬，但同時有風險，你會揀邊個？你可以停一停，認真諗下，因為大部分人聽到呢個問題之後都會開始做同一件事，有人計風險，有人計回報，有人分析概率，有人試圖找出最合理嘅答案。而呢個其實好正常，因為我哋由細到大都係咁樣被訓練。題目出咗，我哋負責答題。但 Trump 有一個非常奇怪嘅觀點，佢認為當你開始思考 A 定 B 嘅時候，其實你已經輸咗。第一次睇到呢句說話嘅時候，我覺得完全係廢話。明明問題就係揀 A 定 B， 唔喺度諗 A 同 B， 咁仲可以諗乜？但後來我發現歷史上好多改變世界嘅人，好似都有同一個習慣。當其他人忙住尋找答案嘅時候，佢哋會先停低，而思考會唔會問題本身已經問錯咗。萊特兄弟係咁，馬斯克係咁，甚至 Donald Trump 自己都係咁。例如，當所有人都話人類飛唔到，萊特兄弟問究竟邊個話飛唔到？當所有人都話私人公司整火箭一定蝕本，馬斯克問點解火箭一定要咁貴？而 Trump 好多時問嘅問題都係點解大家都覺得做唔到？你有冇發現佢哋未必比其他人聰明，但佢哋成日都懷疑一樣嘢，就係眼前嗰條問題究竟係咪真係唯一嘅問題？而更加有趣嘅係，呢種思維曾經創造過億萬富翁，亦曾經創造過世紀級騙局，曾經令人類飛上天空，亦曾經令數十億美元一夜之間蒸發。所以今日我唔係想同你講 Donald Trump 點樣賺錢，亦唔係想同你講佢嘅政治立場。我想同你研究一個更有趣嘅問題：點解有啲人總係可以睇到其他人睇唔到嘅機會？而如果我哋拆解到 Trump 呢種思維模式，會唔會其實都可以用喺我哋自己嘅工作、投資、學習，甚至人生選擇上面？而答案可能要由 Trump 點解會變成今日嘅 Trump 開始講起。第一章，一切源頭。如果要理解 Trump 點解會變成今日嘅 Trump，我哋要先回到1950年代嘅紐約。當時嘅 Donald Trump 仲只係一個小朋友，而影響佢最深嘅第一個人就係佢爸爸 Fred Trump。Fred Trump 並唔係一個哲學家，亦唔係一個夢想家，佢係一個非常現實嘅地產商。佢一生都喺紐約起樓、收租、做生意。而喺 Fred Trump 眼中，世界其實好簡單，世界唔係一個公平嘅地方，而係充滿競爭。你唔食人，人哋就會食你。據唔少傳記記載，Fred Trump 對仔女要求非常高，佢欣賞嘅唔係乖巧，而係強勢；唔係服從，而係贏。所以 Donald Trump 由細到大接收到嘅信息都係：如果你想得到你想要嘅嘢，你唔可以等人批准你，你要主動爭取，甚至主動創造機會。而呢種思維後來變成咗 Trump 性格入面最核心嘅部分。但如果 Fred Trump 教識佢點樣競爭，另一個人就教識咗佢點樣相信自己。呢個人叫 Norman Vincent Peale。如果你未聽過呢個名，唔緊要，但你可能聽過一本書《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積極思考的力量。呢本書曾經影響過無數企業家、運動員同政治人物。而 Trump 一家人正正就係 Peale 牧師教會嘅長期信徒。Peale 有一個非常簡單但非常強大嘅觀念，佢認為人最大嘅敵人唔係能力不足，而係自己都冇辦法相信自己做到。所以佢不斷鼓勵人將目標放大，相信成功，用成功者嘅身份去思考。聽落有啲似現代成功學，但對年輕時期嘅 Trump 嚟講，呢種思想產生咗巨大影響，因為佢開始相信一件事：現實並唔係固定嘅。如果你有足夠強烈嘅信念，你可以改變現實。所以如果要用一句說話去總結 Trump 早年受到嘅影響，我會話 Fred Trump 教識咗佢競爭， Norman Vincent Peale 教識咗佢相信可能性。前者令佢知道世界充滿競爭，後者令佢明白許多事情嘅限制未必如表面所見。而當呢兩種思想結合埋一齊，就形成咗後來我哋熟悉嘅 Donald Trump，一個遇到問題時唔會急於接受現狀嘅人，
一個聽到做唔到之後仍然會繼續尋找方法嘅人。不過真正令我理解到呢種思維模式嘅，其實唔係 Trump 本人，而係 Think Big and Kick Ass 嘅另一位作者 Bill Zanker。因為 Bill Zanker 並唔係億萬富翁，亦唔係地產大亨，佢更加接近大部分普通人嘅起點。而正正因為咁，當佢第一次接觸到 Trump 嘅思維方式時，嗰種衝擊反而更加明顯。有一次，Bill Zanker 邀請 Trump 出席一場演講活動，而 Trump 開出嘅價錢係100萬美元。Bill 第一個反應係震驚，因為喺佢眼中，一場演講根本唔值呢個價錢。但 Trump 嘅反應好有趣，佢冇花太多時間解釋自己點解值100萬，佢反而將問題倒轉過嚟。如果覺得唔值，點樣先可以令佢值？最後 Bill 接受咗呢個提議，而活動結果遠超預期。多年之後，Bill Zanker 回憶呢件事時認為，真正改變佢嘅並唔係嗰場演講本身，而係 Trump 看待問題嘅方式。當大部分人問值唔值得做，Trump 更傾向問點樣先可以做到。而我覺得呢個習慣可能正正就係理解 Trump 最重要嘅鎖匙。第二章，別人看見問題，他看見機會。但講到呢度，可能有人會覺得，好啦，我明白 Trump 點解會咁諗，但問題係呢種思維真係有用咩？定其實只係成功學包裝？要回答呢個問題，我哋不如睇下 Trump 早年幾個最經典嘅案例，因為喺呢啲故事入面，我哋可以清楚見到，當其他人見到問題，Trump 究竟見到啲咩？第一個故事發生喺1970年代嘅紐約，當時紐約經濟低迷，犯罪率高企。好多企業同投資者開始離開曼哈頓，而喺中央車站附近有一間殘舊到幾乎冇人想接手嘅酒店，叫 Commodore Hotel。對大部分投資者嚟講，呢棟建築代表麻煩，代表風險，代表唔值得投資。但 Trump 睇法完全唔同，佢冇問呢間酒店值唔值得買，佢問嘅係，如果我可以攞到政府稅務優惠呢？如果我可以拉到合作夥伴一齊做呢？如果我可以重新包裝佢呢？結果 Trump 成功說服政府提供稅務優惠，再拉攏哈日酒店集團合作，最後將 Commodore Hotel 改造成 Grand Hyatt。項目大獲成功，亦成為佢打入曼哈頓地產圈嘅起點。有趣嘅地方唔係酒店本身，而係 Trump 思考問題嘅方式。其他人見到一棟爛樓，Trump 見到一堆未被利用嘅可能性。第二個故事可能更加出名 ，Trump Tower。1980年代初，喺紐約第5大道最核心嘅位置，有一棟歷史悠久嘅百貨公司大樓 Bonwit Teller。當時對大部分發展商嚟講，佢只係一棟舊樓，一塊值錢嘅土地。如果買落嚟，拆咗重建，再賣出去賺錢，基本上就係最正常嘅做法。但 Trump 睇法唔同，佢唔係問點樣起一棟最賺錢嘅大樓，佢問如果我唔係淨係起樓呢？如果我可以打造一個品牌呢？於是佢拆除原本嘅百貨公司大樓，喺原址興建一座全新摩天大樓。而呢棟大樓後來有一個全世界都認識嘅名字 Trump Tower。如果你睇過 Trump 接受訪問嘅片段，或者見過佢搭住金色扶手電梯宣布參選總統，好多時都係喺呢棟大樓。但真正有趣嘅地方唔係佢有幾高，亦唔係入面用咗幾多大理石，而係 Trump 由第一日開始根本冇將佢當成一棟樓，佢將佢當成一個品牌，一個廣告，一個令全世界記住 Trump 呢個名字嘅工具。對一般發展商嚟講，一棟大樓嘅價值來自租金，來自售價，但對 Trump 嚟講，一棟大樓仲可以創造另一種價值，品牌價值、知名度、影響力。所以 Trump Tower 賣嘅其實唔係平方尺，而係身份，係成功人士想象中嘅生活方式。係，如果你住喺呢度，你就係成功人士。所以普通發展商賣樓， Trump 賣品牌，而品牌嘅價值往往遠遠高過建築本身。第三個故事，我覺得最能夠反映 Trump 嘅思維模式。1986年，紐約有一個好出名嘅公共溜冰場叫 Wollman Rink， 政府原本預計2年完成翻新工程，結果6年過去，花咗超過1000萬美元，工程依然爛尾，市民極度不滿，媒體日日批評。而 Trump 睇到新聞之後，直接公開講我可以搞掂。當時好多人覺得佢吹水，因為連政府都做唔到，你憑咩做到？但 Trump 提出一個非常簡單嘅觀點，問題唔係工程太難，問題係管理太差。
最後政府同意俾佢接手。結果原本拖咗6年都完成唔到嘅項目，幾個月內完工，而且成本遠低於原本預算。當然，你可以話 Trump 好鍾意宣傳自己，呢個的確係事實。但我覺得更加值得留意嘅係佢思考問題嘅方式。當所有人接受呢件事做唔到，佢問究竟邊個規定做唔到？當所有人接受限制，佢開始研究限制，然後尋找突破口。而我發現，無論係 Grand Hyatt、Trump Tower 定 Woman Rink，Trump 做嘅其實都唔係同一門生意，一個係酒店，一個係地產，一個係公共工程，但背後有一個共同點。當其他人問值唔值得做，Trump 問嘅係點樣先做到。當其他人見到限制，Trump 會問個限制係咪真係存在。當其他人接受眼前嘅問題，Trump 第一個反應通常係會唔會問題本身已經問錯咗。所以 Grand Hyatt 嘅問題唔係酒店太殘，而係點樣取得翻新所需要嘅資源。Trump Tower 嘅問題唔係起樓，而係點樣將一棟樓變成品牌。Woman Ring 嘅問題亦唔係工程太難，而係點解6年都冇人管理好。而呢種思維其實就係 Think Big and Kick Ass 最核心嘅精神。Trump 並唔係特別擅長回答問題，佢真正擅長嘅係重新定義問題。第3章 Trump 思維模式拆解。如果將前面幾個故事放埋一齊睇 ，Grand Hyatt、Trump Tower、Woman Rink， 表面上好似完全唔同，一個係酒店，一個係地產，一個係公共工程。但當我睇完 Think Big and Kick Ass 之後，再回頭睇，我發現 Trump 好多決定背後其實都圍繞住同一套思考方式，而呢套思考方式大概可以拆成3個習慣。第一個習慣，目標永遠比其他人大。Think Big and Kick Ass 入面有一句說話，我覺得幾能夠代表 Trump 嘅思維。佢話，既然你都要花時間思考，點解唔直接諗大啲？聽落好似一句成功學金句，但如果睇一睇 Trump 過去做過嘅事，你會發現佢真係一直都係咁做。例如 Trump Tower， 當時大部分發展商諗緊嘅問題係點樣起一棟最賺錢嘅大樓，但 Trump 諗嘅問題唔同，佢唔係淨係想起一棟樓，佢想打造一個品牌，一個令全世界都記得 Trump 呢個名字嘅品牌。所以到最後 Trump Tower 賣嘅唔單止係地產，仲有身份、名氣同埋影響力。我覺得呢個其實就係 Think Big 最核心嘅地方。佢唔一定代表目標越大越好，亦唔代表諗大啲就一定成功。但當你將目標放大，你往往會開始問一啲原本唔會問嘅問題，例如我可唔可以唔止賣產品，可唔可以建立品牌，可唔可以影響更多人，可唔可以用另一種方式做到。而好多新機會往往就係喺呢啲問題入面出現。第二個習慣，懷疑問題本身。我覺得呢個可能係 Trump 最有特色嘅地方，亦係我睇完本書之後最有感覺嘅部分。當大部分人問值唔值得做， Trump 更傾向問點樣先做到。當大部分人問點解失敗， Trump 會問成功需要乜條件。而呢種思維其實喺 Woman Ring 事件入面表現得非常明顯。1980年代紐約市政府花咗6年時間翻新一個公共溜冰場，結果工程依然爛尾。當時大部分人接受咗同一個結論，就係呢個工程太複雜、太難搞，所以先會失敗。但 Trump 嘅睇法唔同，佢覺得問題可能根本唔喺工程本身，而喺管理。於是佢開始問另一條問題：如果問題唔係工程太難，而係負責工程嘅方法有問題呢？最後佢接手項目，幾個月內完成工程，成本亦遠低於原本預算。當然，你可以話呢件事入面有好多其他因素。但我覺得最值得留意嘅係 Trump 第一個反應，並唔係接受大家已經得出嘅答案，而係懷疑嗰個答案。其實如果我哋再睇一次開頭嗰條問題，100萬定1000萬，大部分人第一時間開始計數，開始分析，開始比較。但 Trump 可能會先問：點解我一定要揀其中一個？可唔可以有第3個選擇？可唔可以改變遊戲規則？呢個未必代表佢一定啱。事實上，有時佢甚至可能錯得好離譜，但佢確實會逼自己跳出原本個問題。如果要用一句說話總結，我會話 Trump 最叻嘅唔係答問題，而係發現其他人一直問錯咗問題。而第3個習慣，可能亦係最實用嘅一個，就係善用槓桿。
好多人睇 Trump 只見到佢夠膽、夠高調、夠自信，但如果你細心研究佢做過嘅項目，你會發現 Trump 其實好少靠自己一個人完成一件事。例如 Grant Hyatt 成功嘅原因唔係因為 Trump 一個人特別叻，而係佢同時利用咗政府嘅稅務優惠、Hyatt 嘅品牌、銀行嘅資金以及自己嘅談判能力，將原本分散嘅資源組合埋一齊，創造出更大價值。所以 Trump 嘅思維從來唔係我點樣一個人搞掂所有問題，而係我可以利用邊啲資源做到原本做唔到嘅事。而當我將呢三個習慣放埋一齊睇，我開始明白點解有啲人總係比其他人更容易見到機會，因為佢哋睇問題嘅方式本身就唔一樣。當其他人問值唔值得做， Trump 會先問如果成功咗會變成點。當其他人覺得做唔到，佢會問真係做唔到，定只係大家都覺得做唔到。當其他人只睇到自己手上嘅資源，佢會開始思考仲有邊啲資源可以借用。而我覺得呢個可能就係 Think Big and Kick Ass 真正想傳達嘅核心。Think big 唔一定代表目標越大越好，亦唔代表盲目樂觀，佢更似係一種思考習慣，一種唔會太快接受答案嘅習慣，一種願意多問一步嘅習慣。而好多時候機會未必來自你知道更多答案，反而來自你問咗一條其他人冇問過嘅問題。不過講到呢度，另一個問題就出現。Donald Trump 可以咁諗，因為佢係 Donald Trump， 佢有資源、有人脈、有資本，但對大部分普通人嚟講，呢套思維究竟有冇用？第四章，普通人點樣用？講到呢度，可能有人會話 Trump 可以咁諗，因為佢係 Donald Trump， 佢有資源、有人脈、有資本，但我只係一個普通人，咁呢套思維對我有咩用？其實我覺得Think Big and Kick Ass 最有價值嘅地方，從來唔係教你變成 Trump， 而係教你用另一個角度睇自己面對緊嘅問題。例如工作，好多人想加人工，第一個反應通常係我要更努力工作，我要做多啲，我要加班，我要證明自己值得加薪。但如果用 Trump 嘅思維去睇，問題可能會變成點解增加收入一定要靠增加工時？可唔可以提升自己嘅議價能力？可唔可以轉去一個更重視我價值嘅地方？可唔可以學一項市場更加需要嘅技能？有時候真正限制我哋嘅未必係能力，而係我哋太快接受咗原本嘅遊戲規則。學習都係一樣，好多人會話我英文唔好，我冇語言天分，我數學差，我記性差，於是花好多時間證明自己點解做唔到。但 Trump 式思維可能會問，真係所有成功人士都係全能嘅嗎？定其實大部分人都係將自己最擅長嘅地方放大。如果一個人擅長表達，佢可唔可以透過表達創造價值？如果一個人擅長分析，佢可唔可以透過分析創造價值？問題未必係我點樣變成另一個人，而係我點樣將自己最強嘅地方發揮得更大。創業更加明顯，好多人想創業，第一句說話通常係我冇錢、冇經驗、冇人脈，所以做唔到。但如果睇返 Grant Hyatt 個故事， Trump 一開始其實同樣缺乏好多資源，佢冇足夠資金，冇足夠品牌，甚至冇足夠經驗，但佢冇停留喺我缺乏乜，佢開始問邊個擁有我需要嘅資源，有冇人可以合作，有冇品牌可以借力，有冇方法將唔同資源組合埋一齊。而呢個其實就係槓桿思維，唔係凡事自己完成，而係學識借用其他人已經建立好嘅資源，甚至投資都一樣。好多人每日都問而家應唔應該買呢隻股票，市場會唔會嚟緊跌或者升呢？但如果將問題拉高一層，可能會變成我到底想建立一個點樣嘅人生？如果目標係10年後財務自由，今日市場升跌幾個百分比，可能根本冇想象中咁重要。而我覺得呢個可能就係 Trump 思維最實用嘅地方，佢未必可以直接幫你解決問題，但佢會逼你重新審視問題。因為好多時候我哋以為自己被現實困住，但其實困住我哋嘅可能係我哋一直冇懷疑過嘅假設。第5章，同樣思維會創造騙子。但講到呢度，我必須講另一面，因為同一套思維其實唔單止創造過成功者，亦創造過一啲非常危險嘅人。而最有代表性嘅例子，可能就係 Theranos 創辦人 Elizabeth Holmes。
如果你睇佢創業初期，你會發現一件好有趣嘅事，佢問嘅問題其實同我哋今日講嘅內容非常相似。當所有人接受傳統驗血方式，佢問點解一定要抽咁多血？當所有人接受現有醫療流程，佢問可唔可以只用幾滴血就完成大量檢測？老實講，呢條問題本身並冇錯，甚至可以話係一條非常好嘅問題，因為好多改變世界嘅創新往往都係由呢類問題開始。問題出現喺後面，當技術做唔到嘅時候，Elizabeth Holmes 並冇停低落嚟驗證現實，相反，佢開始相信自己講嘅故事比現實更重要。投資者相信，媒體相信，董事會相信，但技術始終冇跟上。最後證明，願景並唔等於現實，相信並唔等於做到。Theranos 最終倒閉，而 Elizabeth Holmes 亦因為欺詐罪被判監。呢個可能係Think Big and Kick Ass 最值得警惕嘅地方。Think Big本身並唔難，好多人成日都講夢想要夠大，目標要夠高，要相信自己。真正困難嘅其實係驗證現實。你可以懷疑限制，但唔可以否認事實。你可以挑戰規則，但唔可以無視結果。你可以有巨大願景，但你必須願意一次又一次接受現實嘅考驗。因為理想可以帶你出發，但只有現實先可以帶你到達終點。而我覺得 Trump 思維最有價值嘅地方，其實唔係 Think Big， 而係 Think Big 之後仍然願意面對現實。最後，我哋不妨重新睇一睇開頭嗰條問題。如果而家我再俾你兩個選擇，一個選擇穩定得到100萬，另一個選擇有機會得到1000萬，但同時有風險，你會點揀？老實講，我覺得睇到呢度，答案其實已經唔重要，因為 Trump 真正想講嘅從來都唔係 A 定 B， 而係另一件事。當所有人望轉談案嘅時候，你有冇勇氣停低落嚟問另一條問題？當所有人都話事情一直都係咁，你有冇勇氣問點解一定要係咁？當所有人都話做唔到，你有冇勇氣問真係做唔到，定只係大家一直都覺得做唔到？我覺得呢個可能就係 Think Big and Kick Ass 最有價值嘅地方。佢唔係教你點樣變成 Donald Trump， 而係提醒我哋唔好太快接受眼前嘅答案，因為好多時候真正限制我哋嘅未必係能力，未必係資源，甚至未必係運氣，而係我哋從來冇懷疑過眼前嗰條問題究竟係咪唯一嘅問題。如果你而家人生入面有一個困擾你好耐嘅問題，不妨試下喺留言區分享，又或者試下問自己，如果將個問題重新問一次，答案會唔會完全唔同？